朝早嘅時間喺中國其中一道好靚嘅風景——大媽廣場舞。Anson China 中國女神合肥包青天。今朝起得特別早，因為由自己住宿啦，步行去到包公園嘅，大概係35分鐘左右啦。一路上好多人做體操之餘，都有好多人做腦激盪嘅一個活動啊！冇錯，係鋤地，唔係鬥地主嘅。講真，呢一個係非常之普遍嘅現象嚟㗎嚇。仲有啲朋友社交舞啦，仲有唔中意合群嘅朋友都可以獨自起舞嘅，厲害。抵達目的地包公園亦都係合肥最出名一定要嚟嘅一個景點啊！呢邊除咗一個公眾嘅公園，當然你散步咧就係唔使錢嘅，但係你除咗散步之外，喺包公園呢一邊咧係有包公祠或者係包公墓嘅，係需要入門票嘅，聯票係40人民幣，幾抵俾嘅，因為裏邊有好多古仔睇。好，先嚟睇下包公祠先。咁呢一邊都算好大噶吓，入嚟之後咧，當然都係鳥語花香啦，而且最有趣嘅咧就係呢一個啦，鐵面魚無絲藕叫做鐵面無絲，勁咁都俾佢砌到 ，OK， 好明顯包公祠即係包公宗祠，咁呢邊都有好多朋友咧進行一啲膜拜嘅，畢竟包拯包大人真係廉政公正嘅最佳代表人物。喺呢邊咧，你見到咧就有包拯嘅像啦，仲有王朝馬漢張龍趙虎，甚至乎有狗頭鍘、龍頭鍘、虎頭鍘侍候。咁當然啦吓，咁其實有好多咧都係屬於日後嘅一啲虛構嘅故事或者係道具出嚟嘅，但係唔緊要，鐵面無私絕對係講緊包公包大人嘅。好啦，講翻啦，因為如果你想知歷史嘅話咧，你掃一掃 QR， 有好多唔同嘅歷史館嘅。講翻包公、包拯、包青天、包大人，大家對於佢開封有個包青天比較熟悉，覺得佢就係開封人。錯，佢喺開封係做官，即係翻工咁解，年齡到啦。真正嘅hometown咧、故鄉咧，其實就係合肥呢個地方嘅。所以喺中國咧，其實有4個包公園係非常有名㗎啦，包括合肥啦、肥東啦、肇慶啦，同埋開封嘅。而喺合肥呢個地方，佢故鄉啊嘛，所以有更加多嘅古仔俾你感受到佢由出世到離世嘅傳奇人生。當然啦吓，呢個包公祠嘅隔籬咧都有一個蠟像館嘅。講真，蠟像館真係栩栩如生㗎吓。咁裏邊擺設嘅咧都係一啲古仔，即係你話陳世美嘅呢個古仔啦，真係好似㗎。好啦，再行翻出嚟公園區，其實公園區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親子活動嘅，咁大家喺週末時間都中意嚟㗎。另外一個景點就係包公墓啦，包公墓園同樣都要入場費嘅，不過聯票嘅時候已經係俾咗啦嘛，40人民幣，所以有幾個唔同嘅景點都可以參觀。好啦，入嚟之後咧，你發覺到其實呢一個墓園咧，唔係原址嚟嘅，真正包公墓嘅原址咧，其實係因為發展嘅關係，所以咧被徵用咗，咁啊將包公墓咧搬咗嚟而家呢個地方，但係都值得參觀嘅，因為裏邊嘅一啲擺設啦，或者個排陣啦，就係跟翻宋代嘅時候，唔同身份地位就有唔同嘅排場啦。咁大家喺現場嘅時候，啲墓碑咧都有寫啲墓誌銘啦等等嘅介紹㗎吓。至於擺放棺木嗰個地方，我就冇入去參觀啦。好啦，第3處咧，其實係高塔嚟嘅，叫做清風塔，冇錯啦，清風良節啊嘛，所以清風塔。哦，有一個包公郵局好有趣嘅，喜歡收藏一啲郵票嘅朋友一定要買啦吓呢一個。好啦，咁啊呢一個清風塔咧，佢得5層樓嘅啫。咁如果係腳骨力唔係咁好嘅話，其實係有 lift 嘅，可以直接上到去最高最頂嗰邊去睇風景嘅。而每一層都係講古仔比較多啦，仲有啲 VR 玩啦。咁我覺得係幾有趣，同埋俾小朋友可以了解多啲歷史嘅，包括真實嘅包拯、真實嘅清廉係點樣嘅呢個幾有趣嘅。我邊再邊面係啦，好啦，離開呢一個包公園，值得嚟。咁你可以步行或者搭地鐵。又係午餐時間啦！嗱，呢一間水餃鋪或者雲吞鋪咧，周街都係嘅。我覺得幾唔錯喎，因為睇住佢整，然後就現整、現煮、現食，哇，好似好新鮮咁啊！嗱，不過提醒你，如果你自己本身係冇辦法 WeChat 去 QR 或者係落單嘅話，係相當困難㗎。有時俾錢嗰方面係唔錯食嘅，但係我叫太多啦，結果得咗呢個雲吞恐懼症。係啦，再提醒喺中國任何城市嘅地鐵站咧都有安檢處嘅，即係大小包都要 check 一 check 㗎吓。好，
好，嚟到其中一個地方咧，咁呢邊咧其實係商業區為主嘅，其實都係包公園嘅隔離嘅啫。咁呢邊咧去到包公園咧，大概都係5至10分鐘到。咁佢隔離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晚上活力四射嘅商業街。所以而家呢個傍晚時間啊嘛，咁大家放晒工咁啦，兩邊已經好多嗰啲街邊嘅小吃㗎啦。去到市中心少少咧，就相當有趣嘅。佢除咗係一啲好現代嘅商店街之餘咧，其實佢都有一啲好古代嘅建築物咧，或者係一啲廟宇咧，俾你去參觀。有好似呢個咁明教寺，莫非有張無忌啊？仲有百新添，估唔到啊！呢邊有好多商場，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買唔到嘢。咁啊，要 shopping 嘅朋友嚟這邊吧，或者食嘢嘅朋友都可以嚟這邊吧。貴賓切菜頭，兩邊拉一下。好，黃魚乾頭，海鹽嘅你。好有儀式感啊！呢一款咧係安徽嘅名菜粗鮭魚，其實係醃製過嘅呢個鮭魚，然後個汁有少少嘅怪味，不過唔會好臭嘅，唔需要擔心啊。另外佢呢個鴨湯好好飲，周圍處處有驚喜。佢哋其實係學緊揸車，哇，幾得意喎！好啦，翻去自己住宿嘅時候咧，經過一間精釀啤酒鋪，所以都忍唔住啦。其實呢一款咧，真係你好似打包啤酒 feel 嘅咧，喺馬來西亞真係非常少見啊！所以嗱聲翻自己住宿睇套戲先，咁啱做呢套戲，仲買咗貢鵝，好好食，好送啤酒啊！